全網都冇嘅絕密古牆俾我揾到啦！呢張係1910年3月3香洲埠實拍嘅周歲紀念。今日帶你揭開100年前珠海歷史最大嘅秘密。當年香洲埠開埠定喺農曆3月3，絕對唔係巧合。3月3係中國最古老嘅情人節。呢份中式浪漫早喺116年前就喺珠海紮咗根。點解當年黃新等創辦人會揀呢一日？其實背後大有講究。一來當年開埠嘅黃新等人深知上巳節除舊布新、祈願順水嘅好意頭，同香洲埠開埠興商、開創新局嘅初心完全啱晒。二來香洲埠本就臨水而興，靠碼頭商埠起家。當年街坊本來就有拜水神、求航運平安、生意興隆嘅習俗，同上巳節水邊花係敬神求安，簡直一拍即合。通過相片，我哋直觀睇清當年香洲埠商埠嘅真實模樣。你睇，當年工人起樓仲用緊竹架，一磚一瓦、一家一鋪都清清楚楚。香洲開埠係香山人敢為天下先嘅壯舉。所以讀懂呢一段歷史，你就會明白3月3對珠海嚟講幾重要。喂，你哋仲記唔記得啊？呢份傳承咗百載嘅中式溫柔，今年將會喺獅山華麗重現。5大主題區同步開放，一站式解鎖上巳節嘅所有浪漫，更有竹谷、隨園、投湖等傳統遊藝體驗，帶你1秒穿越100年前嘅香洲埠，感受古人當時嘅閒情逸致。呢個週末仲唔快啲嚟感受一下呢份跨越世紀嘅中式浪漫？